精神啊，各位嗱，今日你嘅探店咧有啲特別啊吓，喺雷克薩斯食下午茶係一種咩體驗咧？帶你睇下。首先帶你體驗下高科技先啊！呢度咧係用機械臂幫你沖咖啡，點一點呢度，例如我要杯美式咁樣啦。嗱，開始啦，自動過去攞隻杯，嗱攞落嚟之後咧就放喺呢邊。機器人咧相對人嚟講咧係比較有耐性嘅，佢自動攞個蓋落嚟，幫你吸實佢。一杯美式就咁整好啦，整啖先。嗱，呢度仲有各式嘅甜品啦、飲料啦，仲有呢啲沙律啦，任你攞噶吓。我哋去睇下車。雷克薩斯全新嘅一代 RX 全系運動，一款車有3種嘅混合動力，滿足多元嘅用車需求。佢呢個車頭咧就係紡錘式嘅設計嚟嘅，呢個大中網，哇，幾位霸氣啊！仲有車裏面呢個自然光嘅影射系統咧，用大自然嘅色彩營造舒緩嘅氣氛。呢部咧就今日嘅主角 RX 啦，韁繩概念嘅座艙，整體嘅操控佈局咧好順手，好舒服。最緊要係佢呢個14寸嘅中控屏，真係夠晒大。嗱，該有嘅物理按鍵咧，佢會有喺度，可以保證你嘅行車安全啊！再搭配埋呢個64色嘅氛圍燈，瞬間令開車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啊！佢整體座椅嘅皮料咧，坐起身好舒服，摸起身都好有質感，即係好多名牌嘅包包咧都係用呢隻皮嘅。佢車內搭載嘅 Nano 一鍵除塵除埋防異味，不但止仲可以保濕添。佢隻車門嗰度咧仲有光影嘅氛圍效果，即係整體俾我嘅感受咧就係坐喺部車度咧已經好舒服、好解壓噶啦。嗱，雷克薩斯咧保值係個個都知噶啦，但係呢部 RX 點保法咧？呢度寫明咗回購係1年90%、2年80%、3年70%、4年60%嘅，計埋先幾萬蚊一年，真係抵啊！嗱，如果你刷到呢條視頻並且係睇到呢度嘅話，好有可能你就係下一個雷克薩斯嘅車主嚇，飲多杯咖啡。